立法院今仔日是正副院长的选举，顶部经过2轮的投票，国民党韩国瑜54票，赢过民进党游锡堃51票。那数落来2点半已经是副院长的投票，咱请台记者带咱来看上新的情形。是记者即马伫咧立法院，即马来关心，差不多1点半到2点左右的是立法院长的选举，是由国民党的韩国瑜以54票赢过民进党的人选游锡堃的51票。另外，咱也关心的是，即个民众党的80立委是全部拢无出席现场，是拢弃权无投票。因啦，咱即马现场正咧进行的是立法院副院长的选举。咱来回顾在是第1轮的投票，因为国民党推派候选人韩国瑜54票，民进党的候选人游锡堃51票，民众党黄珊珊7票。另外，还有一张记数是投给黄珊珊的票，因为其他记号就当作是废票无计算哦。因为在是第1轮投票的时阵，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3党的人选得票的数量拢无超过全体出席立委数量的一半，所以才有这点半的第2轮的投票。是由点半的第2轮投票是由投票数量得票数量上悬的国民党韩国瑜加民进党游锡堃来竞选哦。这阵立法院长确认是韩国瑜了后，民进党游锡堃连任立法院长无成功，是随地面前宣布讲伊要离开这个立法委员的工作。估计这阵会由民进党不分区名单第13名家人当家病院癌症中心的主任王正旭来填这个缺。所以来伫下晡4点的时阵，估计这个立法院副院长的结果就会出炉。落尾伫下晡5点外的时阵，估计这个立法院长加立法院副院长就会做一阵来宣誓这个就职典礼哦。以上是公司台记者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